好耐冇見，唔知大家有冇睇過 Netflix 上面嘅《魔鬼的計謀2》呢？當中有個遊戲叫做騎士巡遊 Night Tour， 呢一條片就想介紹下呢一個遊戲。呢個遊戲係同國際象棋有關嘅。國際象棋嘅棋盤係一個8×8嘅正方形。X 軸我哋會用英文字母 A 至 H 去標示，Y 軸我哋會用數字1至8去標示。所以中間每一格我哋都可以用一個英文字母加個數字去表示。例如呢一格係 C3，呢一格會係 F5。而國際象棋其中一款棋叫做騎士 Knight， 佢移動嘅規則同象棋嘅馬係一樣，都係行大街 L 型，即係話向某個方向走2格，再向旁邊走1格。例如而家騎士喺 E4， 其中一個走法就係我哋可以向上行2格，再向左行1格，走到去 D6。所以佢一共有8個可行嘅走法。而騎士巡遊呢一個遊戲就係指騎士可唔可以喺其中一格出發，走勻成個棋盤，而每一格只會經過一次，唔會重複。呢一個遊戲暫時係冇一個完美嘅方法可以按規則就確保到走勻成個棋盤。但係喺1823年 H.C. von Wonsdorf 就介紹咗一個有系統嘅方法，以佢為名，叫做 Wonsdorf Rule。咁介紹 Wonsdorf Rule 之前，我哋要認識一個概念叫做 degree。假如我哋騎射 B4，咁佢可以走去 A2、A6、C2、C6、D3、D5 6個地點，所以我哋會話 B4 嘅 degree 係6。當然，騎士巡遊嘅過程有啲地點可能已經走過。假設 A2 已經走過，咁計 degree 嘅時候，我哋就會撇除佢，所以 B4 嘅 degree 而家會變咗做5。而 Wonsdorf Rule 就係指隨機揀一個起點，之後我哋每一步都會走去 degree 最低嘅嗰一格。例如第一步我哋用 C8 做起點，下一步有4個選擇，分別係 A7、B6、D6 同埋 E7。之後我哋分別揾出4個選擇嘅 degree。A7 嘅 degree 會係2， B6 嘅 degree 會係5， D6 嘅 degree 會係7， E7 嘅 degree 會係5。因為 A7 嘅 degree 係最細，所以第二步就會走 A7。而再下一步我哋又有2個選擇，分別係 B5 同埋 C6。同樣我哋分別揾出2個選擇嘅 degree。B5 嘅 degree 係5。C6 嘅 degree 係7，因為 B5 嘅 degree 係最細，所以第3步就會走 B5。如果最細 degree 有打和嘅情況， Wonsdorf Rule 會隨機揀其中一個作為下一步，之後不斷重複呢一個步驟就係 Wonsdorf Rule 嘅 idea。而呢一個方法其實都好合理，因為 degree 越細就代表越少機會走到去呢一格，所以一有機會就應該優先經過。騎士巡遊嘅答案分為2種。假如終點再走一步可以行返去起點，形成一個閉環，我哋會叫佢做一個 closed tour。假如終點唔可以走返去起點，形成一個閉環，我哋會叫佢做一個 open tour。而喺一個8×8嘅棋盤，我哋一共有26兆咁多個 closed tours 嘅答案。如果計埋 open tours， 一共會有2經個答案。1996年 Douglas Scurow 同埋 Paul Coe 曾經做過一個測試，佢哋將 Wonsdorf Rule 應用喺5×5至到400×400嘅棋盤，每一個大細嘅棋盤都嘗試 run Wonsdorf Rule 100次，得出以下嘅結果：100×100以下嘅棋盤成功率係高過 50%，200×200以上嘅棋盤成功率跌到低過 5%。而325×325以上嘅棋盤係冇成功嘅例子，所以棋盤越大 ，Wonsdorf Rule 嘅成功率越低。真係要揾出一個答案，就可能需要更加多嘅嘗試。Wonsdorf Rule 嘅成功率低係因為受到打和情景嘅隨機性影響。而1967年 Ira Paul
提出一個方法處理打和嘅情景，去提升呢一個成功率。原本我哋嘅方法只會考慮下一步嘅 degree，佢稱之為 first level 嘅方法，而佢提出考慮埋下兩步嘅 degree，佢稱之為 second level 嘅方法。用翻我哋頭先嘅例子，我哋由 C8 出發，走到去第18步，會去到 A5 嘅位置。佢下一步有3個選擇，分別係 B3、C6 同埋 C4。B3 同 C6 嘅 degree 都會係4，而 C4 嘅 degree 會係5。所以 first level 嘅方法會喺 B3 同埋 C6 當中隨機揀其中一個作為下一步。但係 Ira-Paul 嘅版本會再喺打和嗰陣考慮多一步。如果下一步你選擇 B3，佢再下一步會有4個選擇，分別係 A1、C5、C1 同埋 D3。再分別揾出佢哋嘅 degree 之後相加，你會得出15。如果你下一步選擇 C6，佢再下一步會有4個選擇，分別係 B8、B4、D4 同埋 E5。分別揾出佢哋嘅 degree 之後相加，我哋會得出17。由於 B3 下一步嘅 degree 總和較細，所以會選擇 B3 作為下一步，如此類推。Ira-Paul 認為 second level 嘅 degree 總和細，更加代表呢一格更難經過，應該優先處理。佢指出喺8×8嘅棋盤，無論你揀邊一個起點，只要用 second level 嘅方法，都一定可以成功走勻全程。而 Douglas Sguro 同埋 Paul Coll 都指出 second level 嘅方法比 first level 嘅方法成功率係較高嘅。我會將呢兩篇文章嘅連結都放喺下面資訊欄嘅部分，有興趣都可以自己睇下。解決打和嘅方法仲有好多，而騎士巡遊嘅問題都擴展到長方形嘅棋盤。想試玩嘅話，可以去呢一個網站，係由另一位 YouTuber 最愛布甸提供嘅。最後我會展示5×5去到10×10嘅答案。咁今日呢一條片就嚟到呢一度，我哋下次見。